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，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26节，路加福音12章41节到4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实。忠实的另外一面叫做信实。基督徒对上帝应该要忠实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信实的。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主，这是圣经当中经常用来描绘上帝特质的一个形容词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就要学习上帝的特质来跟随他，来敬拜他，来服侍他。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26节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上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人和犹大民族的诺言。那时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，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。在他的统治下，犹大人民将要安居乐业，耶路撒冷人要享受太平，这城要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。我上主这样应许了，大卫的后代将要永远统治以色列，利未支族将永远做祭司，献烧化祭、素祭和生祭来侍奉我。上主对我说，我与白昼黑夜立了约，使他们忠于按时运行，这约绝不能废弃。同样的，我与我的仆人大卫立了约，使他的王朝永远存续。我也与利未族立了约，使他们永远做祭司来侍奉我。这些约绝不能废弃。我要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代和利未族的祭司人数来增加，像天上的星星、海滩的沙粒，无法数算。上主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人人都在说我遗弃了我自己所拣选的2个国家，以色列和犹大。他们轻视我的子民，我不把他们当作国家。然而我上主与白昼黑夜立了约，我制定自然律支配天下，我与自然界立的约不能废弃。我也同样要信守我与雅各后代和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。我要从大卫的后代中选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子孙。我要以仁慈待他们，让他们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因为上帝的信实，因此他就必要实践他的约和他的应许。耶稣基督的比喻教导当中也经常提到，提醒门徒要跟这个跟随者呢，要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要忠于主人的吩咐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路加福音12章41节到48节提到了彼得与耶稣基督的对话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，还是也对大众说的呢？主说，那么谁是那又可靠又机智的管家呢？就是受主人指派来管理家务，按时把粮食分配给其他仆人的那个人。主人回来的时候，看见这仆人这样的忠于职守，这仆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，但是如果这个仆人心里盘算，也许主人不会那么早的回来，于是就动手殴打其他的奴仆和婢女，并且吃喝闹酒。
主人会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就回来了。主人要重重的责打他，使他和其他不可靠的仆人同受惩罚。仆人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事，却不准备，也不照主人的意思做，这样他就会受到重重的鞭打。至于那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做了该受鞭打的事的仆人，他会受比较轻的鞭打。上帝多给谁，谁就多取；托付谁，谁的要求也就大。所以一个忠实的仆人将要领受更大的责任，领受更大的赐福，这个是应许，也是必然的结果。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，上主啊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慈爱，我代代要传扬你的信实。我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如天永固。你说你曾和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我曾应许我的仆人大卫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永远作王，我要巩固你的王位直到万代。上主啊，诸天要歌颂你奇妙的